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夢維養髮家琪姐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90% 嘅脫髮根源都係毛囊出咗問題。一旦毛囊受損呢，或者萎縮，咁個頭髮正常嘅生長周期呢就會被打亂，仲喺生長期呢就會提早脫落嚟，搞到大量嘅脫髮。想真正解決脫髮嘅問題呢，重新長出新嘅頭髮，激活毛囊先至係最緊要、最關鍵。透過專業嘅護理、最傳統嘅中醫理念，刮痧排毒、深層消毒、清洗毛囊、注入頭皮嘅營養液、按摩頭療梳拍打，激活毛囊嘅營養成分呢，先可以滲透入去皮質層。為咗毛囊細胞注入新嘅生能量，嗌醒沉睡萎縮嘅毛囊，令受損嘅毛囊呢細胞會恢復活力，重新啟動新嘅新陳代謝，健康強韌嘅新頭髮，自然就會有個根源開始生長出嚟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